Hello， 各位朋友，準備好接收嚟自二次元嘅電波未啊？呢度係電波男孩，一個專為介紹 ACG 打造嘅節目。喺呢度，我哋將帶你穿梭 ACG 嘅角度，探索令人心跳加速嘅故事情節，感受角色們嘅喜怒哀樂。每一期，我哋都會為你帶嚟 ACG 嘅資訊，深度剖析熱門作品，仲有嗰啲你可能會未曾發現嘅隱藏寶藏。動漫嘅世界入邊，你感應到自己嘅電波未啊？電波男孩都將同你一同體驗，揾到嗰個觸動你心靈嘅頻率。快啲嚟加入我哋啦，同我希希一齊開啟呢段奇妙嘅二次元之旅，發現屬於你嘅小世界啦！記得收聽啦，唔好錯過任何一次電波嘅傳遞。我哋節目見。大家好，我係阿芝，你而家收聽緊嘅係 YM Radio。歡迎翻到嚟 YM Channel Macau 嘅 YM Radio， 呢度係電波男孩，喂，又係我希希啊！上一次咧就同大家講到呢一個美食流浪家啦，咁啊今日亦都開展一個一開局已經滿級噶啦，其實就係一個龍傲天嚟嘅，但係佢就以休閒輕鬆嘅主題啦，喺度描述呢一部異世界嘅小說故事，呢一個就叫做爆肝工程師嘅異世界狂想曲。嗱，呢一部咧由日本作家愛七唔識後面個名點樣讀啦，又創作嘅，咁啊亦都係由呢個 Shiri 去負責插畫嘅輕小說同埋改編動畫啦。咁佢係2013年已經連載咗噶啦。咁啊以呢個唔乾唔捲休閒度日嘅反套路風格，喺異世界開啟咗呢個獨特嘅養老流路線嘅。咁啊最主題咧就係史上最平靜嘅滿級開場。我哋嘅主角係日本嘅遊戲工程師，29歲嘅鈴木一郎。咦，真係全部都係鑽石老王老五咁樣噶咯，全部都係日本嘅單身。雖然佢係29歲，但係佢咧就因為連續加班啦，所以咧佢就算係一啲點講咧，應該係心入邊有啲問題，因為佢連續加班啦，所以佢可能喺佢休息嗰陣時咧，一下子休息就神遊咗去呢一個自己開發嘅遊戲十分之相似異世界嗰度啦。更意外嘅係啦，佢觸發咗呢個遊戲管理嘅權限，咁啊透過一啲嘅技能啦，打敗咗一啲物種，咁啊成為咗好高級嘅310級啦，唔好講咁多，即係遊戲當中嘅最高級啦，就獲得咗海量嘅技能啦同埋道具。然而呢一個開局即無敵嘅主角咧，佢就冇征服世界嘅野心，冇話去遊論呢一個世界，遊論每一個人啊，反而係冇復仇打臉嘅執念啦。呢一個作品佢唯一嘅願望就係喺異世界嗰度休閒旅行，品嘗美食，幫助遇到嘅人。因為佢嘅前世咧實在係太過辛苦啦，經常工作啊，冇俾自己一個休閒嘅時間啦，咁所以咧佢就喺呢一個世界入邊咧開啟咗一個滿級大佬偽裝成普通女人嘅佛系冒險小說啦，嘅故事就咁樣展開咯。呢個主題都講到嘅係外掛唔係用嚟拯救世界，亦都係可以用嚟享受生活嘅。主角咧佢就叫做化名啦，就叫做佐藤。佢嘅強大已經接觸到去規則嘅層面啦，即係佢嘅外掛咧就隨手一擊就可以滅國，但係為咗防止破壞生態，佢就自己限制咗自己嘅輸出，同埋佢擁有咗好多嘅技能。由戰鬥去到家務，無所不用其極，全部都有。同埋嘅就係道具倉庫啦，佢擁有嘅係遊戲時代所有嘅裝備同埋消耗品，包括嘅神器級嘅存在，即係可以話係聖劍啊，擁有咗好多強力嘅武器，但係佢都唔會去用。佢就將呢啲外掛全部用於改善生活，用魔法去建造舒適嘅營地啊，用技能去製作精緻嘅料理，用佢可以幫助到其他人嘅技能去救助弱者。治癒咗隨手都可以眼見嘅絕症啊，即係話斷手斷腳啊，佢亦都可以去用佢嘅技能去治癒嘅，都佢可以啦，暗中用佢
嘅攻擊技能去掃平呢個盜匪啊、魔物啊、強大嘅敵方存在啊，幫助人們去渡過難關。甚至乎佢可以透過自己嘅興趣去研發呢個異世界嘅動植物啊，開發新嘅食譜，以為同上一次嗰個美食家咁似嘅，同埋佢可以創造一啲全新嘅工藝品。其實呢，佢係用呢一個旅遊商人嘅掛名咧去遊歷呢一個世界，所以話佢可以透過創作工藝品咧去研究呢個世界到底有啲咩嘅經濟格局嘅。小說嘅主題啦，除咗以上兩點啦，仲有嘅係旅行團式嘅冒險，由孤身一人去到移動嘅大家庭。咁啊，男主角咧嘅旅途咧唔係孤獨噶，佢係由佢嘅善意當中不斷咁樣擴大自己嘅旅行家庭嘅。首先就係波奇同埋傑娜啦，一個犬耳族同埋貓耳族嘅少女，因為救助咧而係成為咗男主角嘅第一批家人。阿里莎轉生為幼年精靈嘅前日本少女，以為原來都係日本同鄉嚟嘅，咁佢又憑藉住前世記咧認出咗佐藤，即係男主角嘅異常啦，並且係主動跟隨呢個男主角嘅。蜜亞龍族嘅幼女，因為貪戀佐藤嘅美食料理技能，而成為咗佢嘅隊伍嘅隊友之一。即係同上一期一樣，都係為咗食嘢而去成為咗佢嘅隊友嘅。同埋嘅就係一個娜娜啦，一個人造人少女，被男主角喺實驗室解放之後咧，就誓死效忠男主角嘅。呢一個隊伍咧，就標誌住一個冇嚴開嘅主僕關係啦，更加似係一個老豆帶住幾個仔女去郊遊呢個異世界。盡管男主角唔俾人稱為爸爸，但係每個角色咧，亦都係覺得佢係一個爸爸嚟嘅。但係佢哋每個角色喺呢個男主角嘅庇護之下，揾到自己生存嘅意義。其實呢個小說係一個主線嘅，就係滿級玩家成為咗世界平衡者，喺休閒日常當中咧，亦都埋藏咗對力量同埋責任嘅思考。你嘅力量係可以點樣去避免國家發生恐慌同埋依賴啦？你要點樣去平衡自己對於國與國之間嘅重量啦、責任啦，同埋你係唔可以直接去干預政治嘅，你只可以觀察、傳播自己嘅知識，去緩緩咁樣推動成個世界進步，同埋就係調解員啦。當魔族、龍族、人族發生衝突嗰陣，佢可以用第三方身份去促成對話，展現咗絕對力量，亦都可以成為和平嘅基石。即係話你可以 show 你嘅拳頭出嚟，但係你唔會去打人，唔會去攻擊人，你只不過係令到佢哋更加可以喺張台上面更加好咁樣交流，更加咁樣好去同大家交流意見，成為一個更加好嘅世界。點解我哋會去睇呢一部《養老異世界》呢？咁其實呢一個作品嘅流行呢，亦都係折射咗我哋當代讀者嘅心理啦。就係太多內卷啦，內卷得嚟咧，精神就會疲勞。我哋想逃離呢一個咁繁忙嘅世界，我哋可以喺呢部作品入邊咧，了解到主角佢係想拒絕加班，拒絕宏大使命，即係想慢節奏咁樣去體驗生活。我哋亦都可以去從中睇唔到主角佢到底想過啲咩生活，我哋亦都可以當中感受到佢嘅慢節奏啦，同埋對無條件安全感嘅渴望啊！我哋男主角嘅強大力到讀者代入咗之後，可以徹底咁樣放鬆，唔需要擔心生存所需要面對嘅危機、責任同埋重擔。同埋嘅就係對於小幸運嘅重新了解啦。作品花費咗大量嘅筆墨去描寫野餐啊、浸溫泉啊、行街街啊，去提醒咗我哋冒險嘅最終目的唔係去內卷，而係去享受我哋嘅人生。同埋就係反英雄嘅親和力。男主角以平凡大叔嘅心態慳錢啊，中意煮飯仔啊，怕麻煩，令到佢呢個強大存在反而擁有咗人性，而唔係去以高高在上嘅視角去了解、去望落去平凡人。而我哋要係融入成個世界最平凡嘅基層嗰度，去享受整個世界嘅運作，享受人與人之間嘅聯繫。最終咧就係我哋了解到啦，最強亦都係可以係最悠閒嘅。如果你厭倦咗生死一線嘅壓迫感啦，如果你嚮往一場冇負擔嘅旅行，如果你好奇一個強大嘅滿級玩家到底係如何體驗新手村嘅樂趣呢？
咁爆肝工程師嘅異世界狂想曲，將會係一杯清爽嘅薄荷茶嘅。對我嚟講，你可以用最輕鬆嘅方式去話俾我哋知，真正嘅強大唔係去征服幾多嘅敵人，而係擁有選擇你去如何生活嘅自由。如果大家有乜嘢意見想發表，記得上網搜尋 YM Channel Macau 嘅 YM Radio， 呢度係電波男孩，記得喺我哋影片下面呢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啦。我哋下次見，期待嘅留言，拜拜。